高雄市消防局在瑞良分队顶个月去抢救一个昏厥的大人，迄当时这位患者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，救护员是利用今年新配发的骨针，成功把人救倒转来。患者治疗2礼拜了后已经出院，也正做高雄市头一个用骨针把人救倒来的案例。 救护人员提针说明骨针要安怎使用。今年高市府配合消防局的这支骨针，顶个月把一位士大救回来。当时这位63岁士大昏去，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伊已经无喘气、乌卡，赶紧用 CPR 电击来急救。因为找无患者的血管，只好使用骨针插伫颈角头，注入强心剂，尾仔人送到病院顺利清醒。这嘛正做高雄头例用骨针把患者救回来案例。 第二个选择就是骹骨的所在，然后第一个所在选择咧就是颈仔头的所在做注射，毕竟伊顶头遮离伊心脏较近，所以注射这种药物会比较快速到达伊的心脏安尼。配发到消防局的骨针有黄色甲蓝色两款，通常会使用黄色的注伫颈角头，因为较挖心脏；若是颈角头袂当注，就会用蓝色的骨针注伫骹重。骨针干来当用伫乌开患者。医生表示讲，士大也是囡仔的血管无遮尔明显，较歹找，这时阵就当用骨针。打到血管是最好，因为打到血管里，这个药物就直接在血液里，然后就顺着血液循环就可以到达身体的每一个部位。但是当你完全没有办法打进血管的时候，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有这个骨针，它可以直接穿入在那个骨髓的地方，那里有很丰富的一些血管跟血液循环。 消防局表示讲，骨针是高级救护技术员才会当使用。目前高雄市干那19个消防分队有配置骨针，毋望今年全市各在分队拢有，会当救搁较侪人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